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台南的归仁，这是总铺师的故乡。今年是再度来举办着食办道的活动，邀请到3位的总铺师联手，结合着在地产业甲食材，推出着120道限量的美食。 桌仔顶看起来真好食的料理，拢是即摆归仁食办道活动中准备的菜色。为了推广归仁地区总铺师文化，区公所继续办食办道活动。即摆专案邀请3位在地出名的总铺师推出手路菜，结合我们归仁的凤梨以及我们台湾的猪排，然后做一个南洋风味，是一道很清爽的一个料理。这个煎饼粥吼，我是选择用咱归仁的鲜米来做这个。 海产馆在地的竹笋，然后加上我们肉丝、大白菜，还有最主要是古早味的口味。即摆嘛专工用在地农特产品来做料理，希望讲大家食到好食的料理的同时，买当认捌在地食材。除了总铺师他自己本身的手路菜，还有长辈传承下来地方盛世常常在吃的好料理之外，那我们也结合在地的一些产业。 有兴趣的乡亲，除了透过网络以外，嘛当直接到区公所去注文，18对当食办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